今年的大学学测已经结束，未少人反映讲有一寡题目需要下冷气的知识才有法度回答。都有高中老师认为讲，唔拿看冷气，佮来利用生活的经验来思考题目，出题的方向有108课讲是正对同哦，有未少题目是出甲正好。今年学测社会科第18题以2间小庙的相片，爱学生选出地点可能伫倒位。记者是这街头访问民众加拄考煞的高中3年学生，敢有法度回答？可能这个图片上应该是从这个图片上去看，说有什么特别的讯息吧。我看过大平顶这个名字，剩下我都不知道了。看着那个对联，其实看不太出来他要表达什么。这2间小庙到底是咧倒位？由社会科老师来替咱解谜。永定、昆明、国无在，昆明就是沙洲。地理有教，吼，昆明像咱台南有啥物南昆新啊，迄就是沙洲的意思。吼啊，然后遮头前个讲，永靖洪流降灵岩，洪流就是有水，是真淡的所在；有沙洲有水的所在，这是叫做后温啊，是大潭的所在。社会科老师黄慧晶分析，这种题目结合地理、历史等等科目，是下冷系的多元题目。那这题也有侪题目结合乌克兰参罗西亚的战争、长篇小说等等生活议题，是真符合108课讲，这是结合日常的精神。那对平常时啊，敢若会晓背册，吼啊无加想的学生啊，会变成足困难的。啊，毋过若真对一寡较另外会当对生活中间的一寡议题有注意的学生啊，这个题目是算简单的。就是脑子要动比较快，要比较活一点，就是没有办法再像以前就是死背课本上面的知识。社会科老师指出，观察这几年的学测题目，这款下冷系的题目是愈来愈多，建议学生除了读册，也行出课外，通伫读小说、世界行大等等生活当中斟酌观察，因为题目甲答案就充满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。记者关谢桂林新北报道。